大家好，左邊呢位靚仔就係我啦，右邊嗰兩位係我爸爸媽媽。今年係2016年，我 grad 咗出嚟做咗嘢幾年，阿爸阿媽都就嚟退休，我開始會俾多啲家用養佢哋咯。唔知係咪太大壓力呢？我發夢發咗去2041年喎。嚟到2041年，我仍然 keep 住廿幾歲，我阿爸阿媽仲健在。咦？點解多咗兩個人咁似樣嘅？哦，原來佢係我阿爺阿嫲。點解我爺爺嫲嫲仲喺度嘅？佢哋唔係好耐之前先過咗身嘅咩？難道係我太掛住佢哋啊？哦，因為2041年醫學昌明咗，所以佢哋都長命咗喎。大劑，我又唔係你生個仔，我邊有咁多錢養4個啊？係咪黐線㗎？呢份糧仲要加埋全家都有一個仔，一個點整4個啊？香港人口老化嘅問題，整體人口而家預計由現時嘅723萬新增到2041年嘅847萬，增長率非常之慢，每年平均只係得0.6%。生育率偏低，亦都帶嚟咗人口老化呢個問題。香港同亞洲其他地方都一樣，本地總和生育率長期處於低水平，預計由而家到2041年都會維持大約喺1.2。人口老化嘅問題究竟有幾嚴重？到咗2041年，每3個人就有1個係長者。65歲或以上嘅人口預計由而家嘅15.5% 會增加到2041年嘅32%，而75歲或以上嘅人口會由而家嘅7.7% 增到2041年嘅18.9%。